嚟啊！我買幫配啦，條去換，同埋攏看唔到啊，係啊？你看到路，我未看到路，我未看到路就是。真咩事啊 Where you normally are is all kalau si okay. 一百人都看到。Kalau 我看唔到。chat room 未看到。特別百人咧，我看到嗎？百人咧，百人咧。講無一年係咪有讀咗嗎？你看到，我會看到，我看到無一年，看到豆嘅，看到日本聽，有個內人啊，個一個人。人看唔到啊，定下機看唔到我本下。未，等下佢看唔到。你到底 iPhone 還是 iPad 還是 computer？iPad。OK，這本是到底 iPad 係啊？我是 iPad。我是 iPad。problem。OK，我 disconnect 啊，佢再 connect 嗰啲。我是小米。我 disconnect channel，我come back 啊。OK。大概用小米機啊。我用小米 Note。小米機啊。小米機哦。OK，是星杯嘅一注啊，佢一間是一注啊。5.6是一注嚟。哦，日本件啊。對，都5.6對我嘅喂。5.6。咁是5.6意思5.6。我唔知一小英語我看到5.6嘛。我看到5.6，真係意思喎。點解佢冇跌啦？唔係啦，你 station 嚟講 keep 佢 keep。5.6係咩意思？我啦，呢是 platform 個 platform 6嘅意思啦。platform 6 keep stop keep 佢。日本嘅是唔是？日本嘅。即係小米嘅聲係我嗰陣時講嘅可能。是咩？㗎成日你在特別。我冇三米好啊，John。我用 headset 哦。三部三米好啊。呢個 software 是唔是你 hardware 是？龍來了啊，龍來了。哦，蘑蘑菇都來了，嗨蘑蘑菇。Hello，蘑蘑菇。蘑蘑菇，特別蘑蘑菇成日動你成日講嘅啦，係嘛？冇啊，成日蘑蘑菇嘅聲好，特別豆嘅聲成日蘑蘑菇。豆嘅。我出聲啊，佢覺得對啦，可以用 iPad 啦。啊，你別咩？未，我電話你燒，你咩事咧？哦。我靠對嚟，拜。OK。啱啱路咧？你 software？講嘅。嗰時講啊，咪俾我房間冇驚咯。啊？是啦，我都真係啊！我房間個坑啊冇驚咯，房間。冇啦。你房間你 software？你 software？ OK 喎，你 OK 喎，睇下先 OK 喎。瑞聲冇什麼 strong 啊，嗰個 echoing 啊，舊嘅瑞聲有 echoing。用 headphone 啊，我想我 office 幾日先嚟，查過。解咯。錄用 headphone 咗。係啲 office 嚟咯。我買佢 Skype 啦，我買佢 Skype 我係換 setting 啦冇，所以伊無誒啲冇咧亂，冇我撳 Skype 啊。OK，我買佢 Skype，OK。我睇我 change 個 setting 就冇啊，你是蘑菇食咩 ？Steamboat 啊。Steamboat 啊。Yeah，有 steamboat buffet。呢是 steamboat 咩？唔是你只 barbecue 啊？啷當然聽到哦。OK。你聽到啷嘅聲下邊有 echo？冇，聽到瑞聲冇，特別 try 豆嘅聲特別。豆嘅講話看。豆嘅睇講話看。
哇，嗰個事？哎呦，so terrible！哎呀，係咩啊？上面冇清餐啦，到幾都講我嘛？依個 software 啦，即係 Android 我係攞嚟多位 headphone 先啊，我 headphone 我 free，我用位冇我 laptop 拍有。哦，你冇用 headphone 咋？我冇用 headphone，我 headphone 拍有。That's why. Okay. 大家有出嚟話 headphone 關咗先。Today why pass 啦，why 無聊？毛毛菇差唔多成個答案嚟啊！你講話是什麼講講？I mean，就冇清差啲話，先我都對話估 set up，OK。都係 Skype 兩嚟 join。OK，我聽電話個未？有。OK。你看電話好當年？看到了。哎呦，你聲別當啊！係啊，放多聲，出咪。你 try Skype 看啊？到嘅，你 try connect 我 to Skype，用 Skype connect to 啊。Nak tinggal. Chị lại là chị đoán chị chậm mấy cái gì chị đoán này. 毛蘑菇。哦，毛蘑菇只蟹啊只尖啊。隻籤。又好了。嗯。誒，那個就是啊，個就是等下幾個星杯。青衣日本記啊 ，OK， let's start 啊。OK， เราบุก講我啦 ，mute 掉你咪幾時毛蘑菇嗰邊，但是嗰邊 OK。environment 有聲嘅冚掉啊，注意嗰有聲啊。OK 冇啊。OK， 猜點啊，哦。電話會，OK， 出電話會過嚟哦。OK，電話講嘢確定我嚟轉啦。OK，alright， tunggu sekejap。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你哋這禮拜到對來聽本來好見節目嘅新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大牌咖啡咧就是老椒青子，歡迎青子。Hello， 大家好。我人真久冇看到啊，這個節冇看到人嘅面啊，笑臉咯。青子個仔青蛙俾偷可能看咧。你咁啦，係齋我情。This girl do a back shoulder 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ต่าแก่แต่พี่เต่าแก่ไม่出聲淡薄 Hello， 大家好，我冇嗰度。當佢一啲講南邊，所以肯定一做好做。Sorry。แล้วก็วันหลังเราเจ้าบัว亞玲歡迎。大家好。哇！你做咩嘢？你學咗工，你點得嚟？啊？我到外出啊。我到厝哦。嗯。那個 office ใน水啊，你厝。冇啦。出來。แล้วก็
老姐日本鏡歡迎，Hello，大家好，9點啦，然後佢有新疆特別佢在對哪呀？第二個節了冇走去啊，冇老姐星杯，大家好，你電話工作啊？嚇？電話工作啊？電話做冇啊，用 iPad 啦。用 iPad，tapi 未看到邊。我電話咪是做。看到邊？我嘅除 aircon。冷冇咩爽嘛，咪困掉啊。我冷冇事啊。แล้วก็แต่ว่าจริงๆก็อีแต่ว่าไม่เห็นจ้ะสิ日本嘅我嘅除 aircon 嚟得啦。แล้ว我做聽邊啲學嘅直播嘅時候，南西嚟啊！南西嚟啊！南西 hello 嚇媽咪叫南西 hello 南西 hello 唔是夫咩係 room 冇夫嘅啊，但係夫啫是人出去啊。你定額機冇字啦？點解佢冇啲嚟啊？定知個仔冇情曬了。點解佢啲嚟？過嚟咯。老張南西，南西啊，你而家南9歲好。Hello。Hello。叫林登林。學咗福建話吧你。哦，搞。以後講幾哪句了？哦，你要講下咩？快講什麼福建話？講。長追。搞咯。bằng sai rồi con hộp bằng你在哪里？哇，要听啊！Let me你 speaker 嘛？有了，不要讲少给我们静静。我啲 B 個。 Let me out. If your questions okay, I'm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定額機嚟啦，定額機嚟啦。定額機歡迎。Hi，你聽電話？你試下乜都冇講哦，你 because 你 headset 嘅時。我唔是，我頂我當見我 headset 冇 up 去 connected。I see，你到底你 computer 係為啥？喂，咁我用 iPad，喂 iPad 唔知做咩事被看到，所以我用 computer 當見。是你個I think 個地 install driver 個。定額機chắc chắc 我都未看到。แล้วว่า get out แล้วก็log in ก็ท่านอีกคนเดียวแล้ว我แต่ว่า log out log in like นอสไปเป็นสิบ่看到你去 install แบบกินนู่น install 好事啊，梗係自己教人講。แล้ว我ไป講這禮拜我哋什麼？這禮拜我哋咧，我諗是ไป講念個 B。嚟講講有特就是咱無念過 B 係咪？我寫啊地屬格念個 B 啊，地屬念個 B 啊念。你是講你揾咗個 B 你自己泡，還是出去個烤嘅個 B 點會食？我兩三擺厝有 coffee machine 嘅。講話當見而家興嘅你。我把路最近我換去 Nespresso 了。是係呢一粒細細粒嘅。capsule 嘅。我見你真係興啊，馬來西亞。興快股啊喂。Nespresso 興就快股啊。Nespresso 我呢興過CBDL 咯，有攤買咯。CBDL 係咪400杜蘭那400杜蘭啊。coffee 嘟嘅票。coffee 嘟嘅票咪叫做 CBDL 啊。CBDL，CB 啊 CB。B 啦。自拜。自拜杜蘭啊。OK。coffee bean 是 CBD。DL 係咩？杜蘭。唔知喎，唔知 DL 係咩鬼喎。係咪學你名誒？去擺小股啊！你 coffee bean 啊，去杜蘭啊，去日本嘅。嗰個去擺杜蘭，然後點解是興嘅？你 coffee bean 嚟俾啊？
啊，迄邊個買咯，啊，差唔多800幾啊，相信。800幾嘛冇講就貴。800幾啊？嚇，800幾啊多。900幾啊，按我900幾。冇啊，白鹿我去迄個啊 Frankfurt 跟迄粒 espresso 對來。espresso 唔是嗰個貴啊？冇啊，Euro 辦嘢，19塊 Euro 呢。哦。19塊 Euro 就這，800幾年都得，忘了你。哦，咪是真正辦機。而家你 capsule 正舊有攤買啊嘛。哦，頂頭無攤買啊。點解無攤買？特別去新加坡買。啊，對，我有聽人，我一個朋友到新加坡啊，逐擺伊用文化就愛買 espresso 誒。是咯，我甲你講下，我早幾廿年前我是袂啉咖啡嘅，咯，我啉了後我心臟病死嘅，咯，我袂困咯，唔知咧。跳得快，下先。啊，跳得快了，我生了囝吼，佢後直 try 咯，慢慢看 try 吼，咧把路會啉了，特別 sometimes 是真正 strong 嘅，我本是袂困嘅，本是會拉沙講有淡薄真啊。nervous 嚇。你成日心成，你成日心成只滑，只啊，病冷寒，胃會痛，你看你本正真接袂，真啊食會啉了本是。特別我會啉，我特頂到特別邊個時我會啉一個咱邊個咖啡啊。唔知咩事無像我整阿毛咖啡來甲我啉啊，我心只跳咋。阿毛啊，是咩？嚇，我心啊。John 啊，檳榔嘅咖啡啊，伊人用把油去煮嘅啦。嚇？冇啦。香咯。嚇？有啊，有人係有人係牛。係，你特別係油嘅嘛？釀去。牛油啦，我人頂到我。是唔是太 strong 嘅咖啡？特別伊個咖啡嚇 ，I think 伊 roast 啊，伊成 roast 較久嚇，唔知 roast 較久誒，伊較可嘅啊，較香嘛。啊，較香，咧伊咖啡精啊，如果是補較久誒咖啡精無呢刮。然後你若是這邊阿毛咖啡有可能伊補無呢久咧。呢個別整到就刮了我心就搞跳，然後我唔心跳是唔要緊，我心我是無跳嘛是死，是講我是講伊喂，無跳嘛是死，我甲你講啊，咗啦我甲你講啊，我覺得心跳because of caffeine，如果是小薰機啊，你會心袂跳了。哎，是凍定去啊！你是小薰咧，伊心做喺心較慢去啊！係咪係未聽到你？我講你就是小薰咧，你心咪慢到等於啦，你就是食個別心跳快。都就是小薰機都咧啊，伊叫啥物啊？伊啥物 caffeine 還是啥物啊？咁了相關啊，伊說 it won't affect you already 嘛。你特別你有關事本咧，我看有咖啡，我聽到阿星杯你買直掉你條。哦。我阿 John。嚇。我啉着 Nescafe 我就會心會跳真緊，特別我啉別個 brand 嘅啊，心袂跳安尼緊嘅喎。干那 Nescafe 呢，3 in 1嘅。金色嘅個。係啊 ，Nescafe。哦，你迄個 Nescafe 是成個迄個，伊成是 instant 嘅成個，就沖水度嘅，還是就泡嘅？沖水嘅咧本有，了個 instant 嘅本有，特別總之就是啉到 Nescafe 啊，就心會跳真緊嘅。你拉薩成個成個歡樂呢？你想不爽？冇爽嘅。แล้วดูนี่เจเบเตียมนะฉะนั้นแล้วไปชวนต่อคุยนะนะวะ你在啥咪？特別有個人嚇無啉咖啡袂困啊，你捌聽過？啊，是咯。我就是呢間。哦，你就是呢。我特別啉咖啡啊，我無啉咖啡我袂困嘅。哦，我聽過即係人本時人看關是連個比較困嘅，但係聽到我係昂半尿尿昂地白白嘅啦，唔成。係咯，特別。我拎。啊，唔係講係咩啊，姐姐？我只是個啉個比。
哦，哎呦，我未啉過啲。哈哈哈！你未啉咖啡，特別你少啉喎。我見到出些閒時有啉過啦，然後尾唔知咪樹甲大漢咁杯時，點解你心直跳，驚到我半時都唔敢啉啊！咯，成咁玩你咯。誒，你平常時嘅，你成日你咖啡學冰嘅，你看咩事未調啊？未，我就見你猜幾哪找我未，我就其實我是講我是幾啊，咪做啊。哦，咁低時個別知嘅都係，有時愛寫字經。係咪個別知？一個別知。伊個別知嘅數，伊 Bruce 嘅數。所以我去香港、台灣啊，啉啊，無數嘅，我暗暝啉我會困嘅。哦。你拉薩安怎嘅啊？看我喺香港啉是無啊，第四幾點啉講無數嘅。咁甚至是牛奶罐，是你啉有咩嘅嗬？來啲字嘅牛奶罐，樣樣嘅牛奶，罐會做掉路嘅，做掉路人無爽嘅。哦。OK，我係聽電話喂。聽到啊。聽到，聽明了。佢隻病啊，同佢講。呀。老。啊，OK。老人。哎呦。阿仔。你講你呢？你啊？係蘿蔔啊。冚你咪，我未知道你 Xbox 嘅了。啊，大家未使出聲啊！你冇整 headphone。你聽啊，你亂。豆嘅啦。豆嘅，你學我看，你免講話。Was that me？聽啲條嘅。豆嘅。哦 ，2 in 1 go。哦。OK。大家未使出聲哈，不如俾講話，使你夾咗聲咧。是大家都特別拍字，我同你講啦，你聲聲聲。有本事未啉過啤啊？哇！我本事未啉過啤，特別我奇怪，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會啉成日講去啉過啤冰啊，那款我冰嘅呢，我係啉喎，係你未講上坎坷啦，你可能是啉係你成個 Starbucks 嘅個啤，你看下，我就心計跳。如果 Starbucks 未啉嘅，我 Starbucks 啉好，我10個分鐘裏邊我就背袋咗啦。流晒啊？咩事？流晒，伊個古靈我未當。哦。咩係古靈啦？南西。係水。我過應該我未半，我唔加啉，所以我冇啉嘅。我冇啉Starbucks先。係水咩哦？啊，即係倒水。倒水嘅。冇香啊！冇香。fresh milk OK 喎 ，actually fresh milk 我冇數咗。fresh milk 我未啉嘅 ，fresh milk 我未，是 fresh milk 我 OK，有半年咯。你講你啉我個邊呀咯？有啊，冇我 cappuccino 會啉嘅是用蝦米古靈呢？用米片嘅古靈嗰時呢？南西啊，都係 coffee mate 咯，係 coffee mate。我 coffee mate 第四下就跳開絲咯，啉咗 coffee mate。就是 coffee mate 嘅數嗰度，我別嗰度呢啲 coffee mate 嘅我呢。係 creamer maybe 咯。係 creamer 我別半，我特別啉 fresh milk 冇 process 嘅。我係 coffee mate 一個係古尼裏邊啊。啊，古尼是 fresh 嘅 ，OK 是古尼放貴生度咧，我媽就嗰日嚟泡嘅 style，我本是走落咧。呢係古尼特別特啲咧，古嘅拎嘅掟出嚟嘅。我就講我朋友聽咧，我講佢哋嘥啊，定嗰句啊。啊哈！你講緊係古尼，我講就。我講係古尼，我講叫，我講你是唔是食粿條？你講我把你食飽呢，我都夾佢下來。啱住我哋人咩啊？諗我哋人。意思講我人是成功咯，講條人係講。我哋咗啦。係啊，我想講再另有人仔出。有得謝，真係亂。最衰係這行嘅。半間都真係亂係咪？哎呦，我哋亂嘅都人，我起行啊！有。啊，等陣我不會即係定下機你有時間啉咖啡哦。我真係suka B 咖啡嘅B，特別冇suka啉。哦。
有 call แล้ว本時成日攣揾，แล้ว裡面我係成日心臟病揾。哦，跳心跳。心跳。John 啊，喂。luang là lim kopi, luang bat ulang bat lim kopi luak oh. 哦，佢呢時咧記得食咗放曬出來唔是？哈，佢 kopi 啊，第 best 啊，第香嘅啊，嗰年啊貴哦。我比國天一錢一貴咯，一磅係頂嚟唔使四十塊一磅。對，一年來嘅。問題就係條費唔係貴啊。舊年我去曼谷嘅時候，因為我是無啉咖啡啊，特別我係朋友甲咱飲啉咖啡嘛，然後我隨飲去行supermarket啊，飲去找咖啡啊，我看到啊，曼谷啊，阮有啊，曬嘅出來嘅咖啡，特別你飲是迄個模式，伊是大槍，啊你分擔。成日Vietnam 是 squirrel 嘅咖啡上嘅 squirrel 食了，了放出來。特別伊年嘅咖啡攞 the best 嘅，伊叫出名嘅。對，美國本是真係出名。I wish 有時我想愛啉咖啡，特別啉來啉去本是無咩事㗎，伊 flavor。Yes 啊！我冇問題，我啉伊咖啡，我是講啉咖啡膠嘅啊，特別我係啉但我係心是跳得快。John，你對馬來西亞是啉馬來西亞咖啡屋啊、咖啡餅啊，你啉咗你心目中啊？我係心是我係感覺到我係成個卡，哎呦，等陣我俾瞄，係只看日本鏡啦。我瞄啦，我瞄成杯嘅瞄日本鏡嚟，樣嘅賣就亂數。我亂咩？我有感覺到，特別無講真正正啦。特別because 我感覺到我成日真正活動嘅咧，直直被變動啦。特別我啉嘅是有可能是安怎，有可能咱啉嘅咖啡嚇，咱咖啡冰係咪啊？伊無講真正濟咋，你要摻。較酸嘛，我家就是啉冰嘅嘛，所以你啉冰嘅咪是你即係伊酸啊，較濟過伊嘅咖啡嘅嘛，所以伊無講影響。無你教啊！伊教我特別是 order， 我特別是叫教嘅咖啡嘅，我是教正嘅，我問你哋有較教嘅，我啉咖啡冰嘅是咖啡學冰，我本是叫教正，特別個 OK 啦，會得閒咯，無講成個影響就是濟，成個我去整嘅越南嘅。餐館食 Vietnamese restaurant 嚇，也是我係啉伊個咖啡 Vietnamese 咖啡 ，Vietnamese 咖啡嚇，因為我係我個啉喎，我啉我有感覺，特別無上加我啉，就講去咧 start 嚟啉嘅咖啡安尼食啦哦，我係啉啊，我係規隻真幾日咁整嚇，因為我係胃嘅酸哦，我係啉啊咖啡胃嘅酸。我未困哦，啉咖啡落去未困。我暑假一味素哦。我暑假伊個味。John 啊，蝦米是胃酸？胃酸就是成個你胃啊，特別成個胃酸你哋講係咪？係咪嘅？我哋講咩？胃酸唔係講。胃酸唔是係咪？你大漢呀？唔是咩？你大漢啊？胃酸唔大漢咩？我未嚟 midget 啊！阿張，胃酸嚇，伊袂大漢開嘛？你講係囡仔用胃酸看啦。我成日 stunted growth 呀！哇！單氣啦，就是胃大漢你叫單氣。你講係咪嗰啲是講咖啡啊？是講係咪講咖啡啊？食了胃酸啊！哎呀，咱哋講咖啡啦。我知啊，你是講係你 gas 啊，你哦，我唔知你是叫胃酸。我話唔知。點叫？喂阿玲。講。阿妹咯，你把裡面咖啡啊，你去到你幫住時啊，有嘢味哦。冇啦，都有啊。你成日睇呢？
香逼出來。差唔多冇啊你，你啉茶就幫住茶味咩？冇啦，緊鴨嗰邊呢？啉茶我本無味。我講聽我第一大漢是不是在比較近，在人在搞啉嗰邊嘅嘛？係但早期人就早餐時樣就是啉要出到拗嗰邊嘛。我第一大漢就是啊，去站班啊幫酒是啊，變到別人嘅嗰邊嘅酒邊。多咯，有啊有亂嘅 imagination 啊。都唔是 imagination， 啊！有嘢，你嚟到邊成日亂隻 asparagus 本是幫酒錢呀臭味。有 asparagus 有不帶有榴蓮有。嗰邊冇有，嗰邊未聽，嗰係味少誒。嗰邊唔知，特別我成講喙有味啊，喙。你上我伊開喙。臭味咯，你嘢。嚇，就臭味啊！你袂使冚喙嘅。看只歌。哎呦，慘咯！我講未使，我自己而家啉到幾歐嘅嗰邊。冇啊，誒，你嗰度你小薰啊，你 OK 啊？啊，你薰個了少條皮啊，你臭味個了。你薰係臭味。安尼啊？有啦，什麼人小薰啊？上次都成日我係爸爸呢，可能佢啲小薰，แล้ว佢啲啉咖啡，佢早起個阿妹啉咖啡嘅。誒，我啉個咖啡啊，真係凍啊！睇下我想要 try 夾到我嘅咖啡啊，so in between 啊，我啉長冷茶。所以你是佢啲啉咖啡，你自己啉幾歐？古時我做工點先自己啉8歐10歐啊！哇！你講自己唔使超過2杯咩？我聽到8-10歐啊，肯定哇！冇啊，8歐啊，8 to 10 cups 啊，10 mugs 啊！哇！唔是唔使超過2杯咩？我是愛啉咖啡，我暑假愛啉咖啡。特別是我啉咗咖啡咧。嚇？直接講。男仔講未？先輩講，我正講，我唔是講自己唔使，聽講自己唔使啉超過2杯咩？我俾妹講，啉長冷茶，袂困。哇！我是上溫。長冷茶我試過咖啡。差唔多。啊！嗰隻係咩是長冷茶？冷茶。好屌。Tea。我無啉水嘅，我規日我若是我定定啉茶，還是啉咖啡呢？我垃圾食薰機嘅人吼，啉咖啡較香嘅。我垃圾食薰機人啉咖啡較香嘅。你真係意思喎？因為啊，你食小薰啊，你啉咖啡啊，伊薰啊 ，bring out the flavour of 伊咖啡啊，可較香，可較好。有當時我感覺到係你薰機啊，嘅味加小薰嘅味啊，差唔多。唔是講伊講，像人嘅 breath 啊，人講話有時候，你味道你小薰嘅人加隻咖啡人差唔多像嘅咋。有咯，你感覺？哦。誒，聽朝我咪你小薰啊，聽到時我多咯，時我都冇講味道成個小薰嘅味，按照你 control 你嘅味，有人嘅味，小薰嘅味，你就真正明顯，你就我喺邊就再講係小薰嘅啊。有淡薄燒了伊淡薄，啥淡薄人燒了伊食chewing gum啊，無啦，食chewing gum啊，無就食。我無食chewing gum嘅，我無食chewing gum嘅。你安怎你無做乜行？伊實在味，你無創佢啊，特別青枝就無臭，青枝。就是講感謝你南沙。而家垃圾一種青枝咧，無臭無呀，無垃圾咯。每塊要做開物件特別嘅，我聽到對意思我都無想講味到薰嘅味，因為有啲人冇咩好？薰嘅味嘅咋。哦，你用顆粒細些。你塑料幾面？誒，我做講係咪 diuretic 啊 ？diuretic 放西放尿嘅啊！所以成日聽啲時都無啉水啊，時都啉咖啡、啉茶佢知啦。嗰啲是 diuretic 咧，所以
is 你 body 你阿怎成日第啉酒唔是？我甲你讲 because 啊，古早我做工嘅店正，我會工啊個人走車，你去咧走車嘅設計啊，無對率嘅就，所以我 learn control 啦，我 learn to control 我手係，แล้ว那是一個那是有 break 係咪啊？我去 the nearest hotel 我去幫住，所以我係 control 嘅嘛。哦，哇，你好了啊！你查某嘅 control is better 喏。你係冇對ทัดตัวเอง嘛？我是suka啉coffee啊，特別我無 edited 了咗，我 maximum 我一禮拜啊 ，maximum 啉3歐呢一禮拜。哎呦！我 control 嘅，我是 suka 啉 good control 咯。我真 good control 嘅，咁我食下面本時候呢，我 suka 食，特別我無 over 嘅，我會 control 嘅，maximum 我3歐呢。啉咖啡，啉咖啡叫打機啊？你啉嗰時下，你去節，你無啉一歐，你垃圾攰節，下面本做唔好食嘅。叫 withdraw 嚇，你成日你垃圾。個打機。係啦 ，caffeine withdraw 啦 ，caffeine withdraw 嘅，你會想有一個想迄節無 complete，下面想我無幫曬可能，迄節無 complete 啦。我係朋友個啉咖啡嘅，伊人講我是無啉咖啡，伊人頭殼聽。對。我未。生格嚟哦，生格嘅市政樓嚟，歡迎。Hello， 生格市政樓。我到處我是到處啦，快明。市政樓講呢 third episode 就係 join 嘛？哦，是啊。啷個呢？我上拜一成我這 episode 咧。我同你講啊，冇我啉咖啡冇係糖嘅。我啉咖啡冇係糖，特別我係有時我most of the time 我啉all啦，咖啡all啦。特別有時 once in a while 我係 creamer。我同你講啊，我冇成日淋晒啊，我白目睭起來啊，我特別啉咖啡。我啉咖啡少一支分機，我會去 toilet 嘅。像啊，我嘅 father。泡咖啡啊，唔啉咖啡少分機，少了就去砧板。係咪？係咪就講咩 rhyme 嘅基因嘅，係。又未去。John。對啊，玲。但我想要甲親戚講，咱你自家咖啡參加你分機參到白白，啊你不要買迄分機，無迄咖啡粒啊，過後你幫你分機落去炒茶白白啊，過後過來加。冇香啦。是你這味素你自己去 mix 出來啦。柏林，你講咩？但我冇聽到你講柏林。我是講迄分機，因為親戚自家迄啉咖啡啊，參迄分機嘛。我講柏林講。我講下咩？啱做下咩？伊講你係個鼻子啊，加上面落個炒面紅記包包啦，嘢做唔記下咩？冇啦，我講了。叫就是叫親戚去 try 看。我個另外一個。咁時候我咪每浪嘅就是當今有時在邊咧，咪真係興嘅咧，咖啡店啊有。但係咁唔係啷當人咖啡，就係咧阿莫咖啡，然後成日做咧foam 啊，咧古靈嘅 foam 咧做 3D， 然後你咪記得喎。有啊，我畫咗對面畫嘅單畫，花係花。畫啦，伊actually 是 milk 嚟古靈嚟，應該是。伊古靈嘅 foam。我咧令做呢隻面咯，伊隻料啦，伊變咗一個物件出來咯，也需要花咩啊？有人有咧做咧面啊燈啊，做一隻馬啊，是一隻馬，唔是馬啊？
講 3D 佢哋徛起嚟啊，徛條呀。哈。徛條就冇，我看係 2D 嘅困了個邊隻面。這是伊胖胖嘅，伊個一粒嘅頭咧有時啊，有咩啫？冇啦，這邊冇啦。哦。個邊個有啫？邊個？我看到啊，我 BB 爸爸有介紹嘛，伊 blog 嗰邊。有咩毛毛菇？有咩老闆看到毛毛菇？毛毛菇都冇啲。哦，冇啲啦。有啊，最近有看到有人 post 喺 Facebook。來，我 show 佢哋 coffee foam art 啊。我 share screen。你看，伊個出邊伊個。有咧是頂到你在咧平常嘅時，成日咧你倒咧咧，你叫做咩啊？係一種咖啡叫做咩？我冇啉咖啡實際。你講要係你 form 嘅時叫做咩？卡布奇諾啊，卡布奇諾啊。啲係 latte。嗱，你 form 㗎啦？唔是 ，John latte。或者好了，即 2D 嘅，John 講嘅是 3D 徛起嚟。3D 是喺你 teddy bear 哦，就一漸有啲喺你巴得會喺你隻 cute 嘅。嗱，3D 捧起來係點特別？即你咪是 3D 啦，後仔你即你咪是 3D 啦。鳥形啊嚇，有 octopus 形，有一個你 teddy bear 漸有水喺你特別捧起來嘅。嗱，即咪 3D 咯。呢度邊咧有啊？唔知，我KL 有啦，KL。嗱，即咪是 3D 咯。我時間，這個邊叫咩？以前是當 marshmallow 下邊。唔是 marshmallow。是 bubble 嚟，風嚟咩？即係你夾你固定啊，你係你 steam 啊，你自己 steam 啊，做啵啊，咪是出配咯，出配啊就夾配落去，啊是伊就夾伊頭姜啊、青麻啊，唔是青麻，即係物件尖嘅，就做拖嘅 shape 就變咗一個嘢咯。我垃圾無簡單，是嘅，我做隻細嘅 shape 出來的。即係出邊啫，攞拗去夾點樣叫，即係叫。你做細出來啊，你唔係係拗啊，你係你。浸品。細湯嚟啊，就細湯。John 啊，係咪 ？John 啊，我未看到你嘅小英了啊。Must be 攞 iPad 啦。我用我 iPad，但係我未看到，所以我未看到南西 share。嗱，見啊，就咩事？我接 show episode 放嘅時候，你嗰條佢聽過，佢看過，你呀，你叫做咩咖啡？是唔是叫做咩咯？叫 latte 咩呢？唔是 ，John，latte 是咖啡係古米嘅 latte。latte 是安裝咯 ，latte 是固靈最貴咖啡。啊，就是叫 latte。就是我 chocolate。佢哋 foam 這是 cappuccino 有 foam 嘅。cappuccino 是咖啡，加佢哋固靈是 same。香一個香啫，latte 咧係固靈最貴咖啡。這是 latte，有時摩卡是搭chocolate，你一倒淡薄個摩卡是 coffee and chocolate mix together。啊，伊個 difference。你知我成日想latte 上面嘅嘢，伊啲哦，伊奶嘅啫。latte，你在啲用國台灣人叫佢名嗰度 latte， 華語是拿鐵。哦，你叫你拿鐵啊？拿鐵，拿鐵。佢只會拿鐵嘅都拿。我次次看到有你攝時嘅時，我本笑啊死去我個基本。Yeah，你 OK，咱咪講到啲，咱有無相種嘅咖啡啊，咱到底。馬來西亞無相當咖啡，咱講下，咱咪是有啥咖啡鵝冰對，係 basic 嘅零嘅咖啡鵝冰，啊不是咖啡鵝咯，咖啡鵝是安怎是咖啡摻咖啡加糖嚟咯對，咖啡鵝加糖，咖啡鵝。咖啡鵝。如果佢檳榔嘅時候，檳榔要咖啡鵝個咖啡膠啊。kopi kat aku siang lah kopi os itu shop. 我知檳榔嘅隻 brand 呢。哈，係咪？呢隻你知多少啊？
瓜茶雞嗰隻哦。唔陳啊？飲茶啦，黃茶雞是飲茶啦。後尾後邊有一間 factory 哦，是賣咖啡嘅 factory 到後尾呢。但當年但係因為我爸店到也古早大我爸店邊嘛。因為我真係食個味咧，炒個味咯。一打到5點啊，嗰時早起出來，我味素解搞了了，我媽打熱咯，介人買幾桶嘅迄咖啡丁啊。了解買來，了我媽家己泡咖啡，了到迄啥人地打咧啊，迄包迄。對。古早人家己做出來喎，我媽家己做出來，了家己泡，哇，放著濟迄湯啊，家己。安尼就要介紹定仔魚啊，定仔魚愛味咖啡嘅味。係咯，我真係個味。迄個馬來西亞嘅咖啡啊，伊個咖啡嘅籽啊，是多落位嘅種嘅，是馬來西亞嘅種，還是多落位嘅？日本嘅有 Brazil，有印度，有巴黎，有。馬來西亞冇濟啊，真馬來西亞有，但係冇濟。較濟是印度啦。印度啊，較濟印度。哦。Brazil 嘅本地派 ，actually 伊嘅籽是 OK， 伊要緊是伊安怎去 brew， 是安怎去炒伊。因為有人伊是油來炒，有人伊用vanilla 來炒，有人是用 chocolate 來炒。你都成日馬來西亞你大咖啡店嘅位。你咖啡店嘅咖啡嘅只是合作差嘅。我講聽我知。佢哋用牛油嘅咧。牛油差，因為我係爸定到我做，我係爸甲公司甲幾嗱個朋友，樣有一間咖啡店嘅嘛，所以伊樣家己 formulate 伊個，家己做伊個 formula，I mean 伊 recipe for 樣嘅咖啡啊。伊是太奇怪咗，因為有下白本嚟喎。咩是白？巴黎。哦，OK 啊。巴黎咩？伊白唔是。oats 了有係糖，真正係糖你知道，同埋你小菜。我哋冇糖了就。You know, John, I think 伊人係 oats 入邊啦 for the burnt flavor 啦。對，伊係你想是 smokiness 係啥物啊？ Yes.我冇啉咖啡，但我係 father 伊啉真濟咖啡，成清鮮嚟款。然後當時嚟美國啊，伊啉咩咖啡啊？伊講啉袂落，呀，伊無事甲啉。伊是唔是上水？唔是，我甲你講 ，John，點解佢？你若是關是啉 local 嘅咖啡啊，你啉外國嘅咖啡無香 ，because local 嚟啊，伊較 strong，伊 smell 較厚。對，伊人叫做較 bold 啦，伊。對，伊講，我發覺講伊咖啡這邊local 咖啡較厚，較 strong。你問你爸嚇，你看伊是像你有酸呀，伊成啊有酸杯咧，就你整阿毛咖啡啊。特別伊看起來伊食較清了就。特別伊個較薄嚇，較薄。較薄很好，特別伊個味精，唔是味精，伊個味精啊，伊 caffeine 較 strong 嘅呢，伊滷的是 roast 較久，你補較久嚇，你炒較久啦，伊個味精就較少，你若是炒較，特別伊就較 dark 啦，伊個比較黃。所以成日到 America 落去成日Thai ice coffee 啊，是 Vietnamese ice coffee 啊，嗰啲是香港，香港馬來西亞。係你個香港馬來西亞咖啡，你捌啉過 Vietnamese 嘅咖啡哦？I think why start 啉啦 ，because 我達到佢是啉嚟Vietnamese iced tea 啊，是 Thai iced tea 啊。你啲咩咖啡啊？伊咖啡。你普通咖啡都未啉啊！你估我去啉越南咖啡嘅話，你直頭死哦！都係啦。講嘅咯。哇！你慢慢啉 local coffee， 慢慢啉 tea 啊，慢夠。我係啉。你慢開玩笑。我係啉越南嘅咖啡，我未啉美國嘅人嘅咖啡。南
南沙啊，我梅路啊。有咧個比是高，特別伊個 caffeine 冇咁 strong 咯，就 even though 你 taste 真正高，真可嚇，伊會影響我心跳唔得快。阿張你啉 long black 喂？你乜咩 ？long black。long black 係咩嚟？伊隻 espresso。long black。long black 你去 start 都有賣啊 long black 嘛，伊 long black 嘅 after taste 酸酸嘅啊。哈，對，咪叫你吹嚇，我聽到你窗開嘻呵嘻呵。啉個邊香嘅心跳啦，一窗開快快。long black 因為是講 roast actually espresso 係哦 espresso 本是 espresso 伊較高，伊 roast 較久咧，所以even though 伊嘅味道是真正高，真正可係伊嘅 caffeine 較無安尼影響到你嘅 system 你是酷嘅。because 你 roast 較久，伊嘅 caffeine 就較強。我甲你講啊，你食espresso 啊，你上下你食Turkish or Arab 嘅 coffee 啊，伊真正厚嘅啊，伊個 coffee 杯啊，一半是 coffee 粉嘅啊，然後真苦嘅，你若是要食糖啊，你夾伊個咧糖一地一地啊，運起嘅 coffee 啦，安尼食一糖啊，有一杯一糖嘅，哇！真正爽嘅，我甲你講。哦。因為伊個比真正苦啊，是不是哦？真正苦啊 ，because 啊，伊杯啊，細杯像 espresso 呢，特別伊杯一半，佢是咖啡粉嚟。哦，這是係咪 Turkish coffee 啊？哈 ，Turkish coffee 真正爽 Arabic 嘅啊，有派啲冇buscar裡面 Arabic 嘅，伊哦，爽咯，南西。好裡面一陣就上盤為種嘅 herbs 嘅味，種嘅 spices。南沙我未錄啊，你去由世界去 Europe 嘛，你去 Australia 你捌食 Australian 嘅咖啡哦？我唔捌去，我屬甲 New Zealand 嘅個，我屬甲 Switzerland 嘅咖啡。伊 Australian 嘅咖啡啊，伊係咖啡有 walnut 嘅 flavour 咋，你泡嘅咖啡啊。伊無係牛奶，係 cream 加了內面，一個係 ice cream 內面嘅啊！哇，真係真爽！那 Baileys 呢？對 ，Irish。我台灣啉過一個嗬，一磅金粉嘅咯。金粉。金嘅有影是金嘅，迄個金嘅，迄個細迄種嘅，小碗迄個種嘅金嘅。伊咖啡好啉本哦，特別伊唔是講係咪 special coffee 啦，特別伊泡到真正好啉哦。我無貴本，白滷12塊一盎嘅啊！我嘅女12塊呢，啊，不講嘢貴本。哎呦，12塊好貴啊！我叫嗰邊阿冰攞 con 呢。你把你係嚟 compare 嘅。誒，John 啊，你未使 compare 藍色加 orange 啦 ，OK？ 啊呢，依個有金啊 ！orange 啦，老實講。誒，藍色係咧金粉是多多位。意大利老闆講 imported coffee 啦 average 一盎是8塊到10塊嚟嘅。John 啊 ，Baileys 無像啊 ，Baileys is a liqueur 嚟嚇 ，Baileys cream is a，因為 liqueur 有咖啡嘅 flavour， 一個是 Baileys， 一個是 Curacao。Curacao 係咩 flavour 啊 ？Coffee。Curacao 係啊。咖啡哦。嚇？是唔是卡羅？唔是，卡羅 cream 是像個 Baileys 嘅。Curacao is a clear liqueur, clear alcohol 啦，特別 coffee flavour。哦。冇你卡羅本是 coffee flavour 嘛，coffee all 嚟嘛。我叫你記得。卡羅是。卡羅是。我想飄。但卡羅有係牛奶內面嘅嘛。冇 black coffee 嚟，我有一罐我知，black coffee。特別只隻，個路啊，Baileys 只隻冇相款嘅。Baileys 我冇夾啦，Baileys 我攞啦上 creamy 啊，上。我Baileys OK，但冇人講係啊，即係定阿義講嘛，阿義講伊是個 B 個 B，特別冇是個 A B 數，是唔是？
伊第。伊打掉直接打掉里面個老講，伊你看伊人就都出事嘅。我你知我什麼？我是酒成日看到，喂酒我不是，我是咖啡。我做啤酒啊。啊，我是咖啡酒，我是咖啡。我把都講，把都殺你乜未？冇。冇啊，還沒酒，我講都講唔知佢對埋先，佢就死啊！老講我學啦，我諗學老師。還沒酒嚟，都講來比是還沒酒。哦，我是咖料嘅酒，成個 wine 假是較濟是咧 hot liquor 啦，成個講你brandy 啊，成個人做 brandy。做 mix 嘅 brandy 本suka lo成個佢哋 control 佢叫佢 orange 嚇 control 成個佢哋講你佢話 Baileys 成個佢哋依冇上 B 啦 because 依一胖嘅依 alcohol 嘅時候 I think evaporate 依 B 啊依喝出來你看就胖我所以 suka 所以我冇啉嘅啦成個人食咧cocktail 啊雞杯食咧雞杯酒嘅時候你去參嘅時我是個 B 特別我冇是個啉嘅依 B 受 cost 哦cocktail 好啲嘅出來啊嗬兩隻一隻是關係啲醉嘅哦大家聽明了佢教我差唔多醉半啊我半特別 blur 翻that day豆嘅炸炒味，特登嚟位廚本是炸炒味。你連埋煮咧，係啊，我都都。其實真係話被 mute 豆嘅 ，sorry 豆嘅我條 mute 錄人哋都冇情緒，嗰陣時我唔係咪講你啊？佢等佢講到啲乜博雅玲講嘅，你本地用嗰啲個別鬧泡嘅。你就講嗰啲個別嘅，你第一隻叫個別嘅，你泡個別嘅浪啦，可能。lúc ai à John qua bé hả lúc tuy là qua bé hả lúc John má cả Ugo lúc ai hả má bố lên cô mình biết hả chiếc bánh chín chai supermarket đồ bì 我特別都未講款咗跑你係住你過咧會是唔是係啲隻過咧較大一步嘅你都多㗎嘛你個別鬧即係你過咧南邊是講你追官嗰度，你追條官你聲冇啦。等陣我都俾學南西。講你聲有。南西佢個別店咩？叫南西講。我個別店咩嘛？我做個別店咩？我做是喺南個別店。琴日講按咗跑，個別店嘅 method，你諗講我做按咗跑。個別知綁落去了嘛？綁落去睇你個靚會咯。你追下定咩？我先行你試下，喂。我嘅店嗬是用開團煮嘅咯就。用開團煮，佢哋灌煮嘅啊。嗰嘢你開團係補落啲嘛啲。補落啲咁，要一個坑佢都補落啲嘅。你倒落去了，特別嘢煮嘢特別做時間要緊嘅 ，affect 到佢哋比賽。就講。你唔使上靚，搬唔使上官。哦。你有第有第特別做嘅，特別即係做生意冇關啦。咁你上佢哋特別做啦，特別做啥是 not more than 幾年銷售啊，未使上做係 not more than 我別記啊，4集還是8集啊嚇？8集啊，都做一個做個 B 嘅是第最個 B 嘅做。誒特別個 B 愛個 B 冇錯，個 B 本是未使上做嘅，咱有垃圾掉，咱去拎個 B 啊，是迄間個 B 店前一間我講迄種意大利 coffee 啦，迄種嘅 high class 啦嚇。你垃圾都一冇講正官嘅，樣嘅個別嘅特別啫，平時咁啱好嘅，你唔醉。我啉佢 cold brew 嘅個別哦。cold brew，但係是冇用做，用冷水浸嘅。我有淡仔有一間，我頂一間帶成家是一人去啉嘅。你家己冇嘅，有咁樣咧，你講。我同我講，你食了會水杯嚇，就是比較上做嚟講，伊做嘢是你嘅。水杯無錢，只廣告講過 ，coffee，let's say coffee 水杯啦，伊嘅邊是無米錢。特別我唔知米錢唔知啦，特別伊嘅你上做也好，你 Scotch 也好，你上做你做最上做。我咧變水嘢啦。水嘢嚇。哎呦，加工無地，叫加工來。我加工講天生嘅咯，佢哋應該無地。伊真正搞嘅啊，嗰邊。你 OK， 但係你入去講你泡，按咗泡，你唔是係個別子啊，你係個別款啊，你個別子就。個別款咧，嗬，你
你放燒水啊，是唔是？你嘛特別落喺你熬咯，喺你有花嘅熬啊。加辣，人講咪加辣啊，係咪嗰是唔是喺你熬？就是熬，哇，有一半個來樣嘅啦。你青青嘅花係啊？青青花白色啲。係你海南嗰邊點解有嘅啦？海南嗰邊有啊。放喺你，冇喺你熬一燒成，一用罐水嗬，攬住落成。煮啊，成，然後加嚟放喺你個邊落去。然後是個別熬咧，就放糖料咯。誒，南西是咪是鐵啊？佢熬是咪是鐵嚟？唔是鐵嘅，唔是玻璃般，唔是玻璃般，係。啱先叫porcelain叫做灰啊。porcelain 唔是玻璃咩？玻璃是 glass。灰。glass 是貨地。glass 是貨地，glass 玻璃啊，玻璃是貨地，泡地屙啦，地啊，地燒嘅呢是用喺你玻璃，個邊咧就用即係㗎。porcelain 是叫乜嘢啊？有灰，嗱，你講灰。一啲嗰啲好似係。你等人頭姜咪是用灰做嘅對。了是愛牛奶嘅咧，就หั่擔攞豆姜牛奶落去。condensed milk。有無膠嘅，放掉啲會卡呢。condensed milk 學叫話乜叫啊？牛奶呢？什麼牛奶糕？牛奶糕。定咩牛奶糕啊？見那會啉嘅咯，會記哦，70幾年。對。見那會啉嘅，一小杯10年後咧，嗬，牛奶糕未使啦，未使學見那啉啊，因為唔是用牛奶啊，是用沙威啊，用 warning 嘅，用咩？沙威，有枝。哦，係唔知。叫kelapa sawit 是palm。kelapa sawit 嘅油。有枝油。哦。所以準備所以我 after 一變咗有枝油，我未啉咯，因為依種我 allergy 啦，喺你牛奶糕嘅個 OK 嘅咯，依種俾換起可能油我未啉了。是我那個你係咪說南菜？古仔點先？依 kelapa sawit 冇 develop 過啊？伊樣佢是正牛奶嘅，牛奶糕是正牛奶。你話講70幾年嘅點先？伊 kelapa sawit 起了嘛？伊人伊 support the industry， 伊人用伊 kelapa sawit so for nutritional value， 真係未使啉了。這是伊嘅 health regulation。你講未使啉啦，伊未使 treat it as 牛奶嚟。as 牛奶嚟刺激啦。係何見啦嚇，未使啦 ，because 係冇 nutritional value 了嘛。個安尼隻係咪安尼隻糖嘛？那見啦，那而家嚟燉牛奶嚟咪死。古仔牛奶嘅牛奶糕是 OK 嘅。牛奶糕咧 OK， 見啦啉正做牛奶。No， John 啊。古仔係點先？牛奶糕第半期嘅，即係無類人嘅了是前幾日後幾日啉牛奶糕呢。伊人話那會冚好樣食 cream 好食 lactogen， 伊人無未冚，所以人好食牛奶糕呢。我唔知，但係咪真係真啲？無伊無係個前一隻牛奶糕，牛奶糕泡水嘛。要即係攞幾錢咯？聽我嘅考你你。你去少年會下面嘅靚啊，嘅咧可以將嘅咧食。加工嚟啊！加工嚟啊 ！Hello， 加工。死啊 ！Hello， 我諗住細戶嚟啊！你冇啊？個冇而家。北京我北京醫，我北京醫。但我諗講你叫你幾時呢？你無類人嘅嚇下嚟一陣。加工歡迎，我俾講嘅。Hello。會只條，我 today 用我嘅 iPad， 所以我唔使會聽到，我唔曉用，頭一道用。聽到你講未 ？Actually，吸引佢啲 computer，你冇你咕嚕。我換 computer 了呀。你換呀？但係我未使用。人用飛機啊咯。
冇用櫃子，我係 computer 當見，我係喺你設立 computer 我係硬用掉，所以我一邊，特別我安真你冇咩事啊？我冇聲，我破病。哦，哎呦，可憐。是咯，我別冚，係你我別冚下面，我別冚 central heating，崩掉呢，我就都破病嘅。哦，你當見咪拎嘅時候都開 central heating 啊？係喲，唔是我開嘅啦，是阿毛狗開嘅啦。哎呦，這個快叫嘢你看啦，這個。一個唔得仲，你笑你聲嘛，講小姐，你肯定我要做健身嘅時候，俾佢講。OK，你笑你問講小姐啊，然後成日答。未講喎，樓是正樓未講。但媽，我聽到我但媽未接嚟，我聽到南西講 about 個必須嘅，唔是 coffee beans 冇黐，你知啊個邊啊？老小菇啊，泡了老小菇。啊，你泡了老小菇咗，一變水。啊，對。你還是講泡了啊 ，especially 你下糖，你唔使下糖。哦，你還是講冇下糖呢？一個半嘅水，你還是下糖掉掉水嘅100%。我見嗰種掂黏河，一直泡到廿嚟都就是水嗰度。對，你知係咩事喎？南西，伊個咖啡泡變了沖咗水嘅 ，that's why 水。是咩？啊！同你講崩沙有一間就是嚇，我裡面攞支未困啊。我覺得咧，南西。我咩都有見情知，我啲邊啊講，我咪講嘅。水嘅嚇，有個有另外一種水嘅就是有你樣到底愛水嘅咋，伊個無差呢久嘅，伊個迄個都較用水，伊個味道。對，嗰一項就是伊個 raw，伊個咖啡上 raw 不係水。對咯。對。都有但嘛即個即開門來即叫金配來啊，金配啊，是唔是金配來？是唔是金配？咖啡是唔是金配？特別咪 mute 掉。啊，是正佬講，是正佬類咖啡。你時間飲咖啡哦？哎呀，那都冇聲啊！是正佬，那都冇聲啊！以前是定義啊，啫。伊咪冇聲。阿 John。冇啊。John。配。金配。我唔係我做又冇物件啫，喺度講聲下。OK。我到對嚟。OK。是講定義哦。即是正佬冇聲喎，是正佬。是冇聲定義啊，冇叮當啊。有，我覺得一叮當，特別伊冇聲呢。我正教是定義啊。冇聲個，是正佬冇聲。但係上格是正佬啦，是不 already 冇聲了誒。但係 already 冇聲。你看你 input 掉 set 掉唔掉你？Google 係啱嘅 input set 掉唔掉？野超嗎？查掉唔掉坑嚇？你講簡單啲。แล้วนัก講是正佬唔使試刷查啊！呢隻看到聖誕都查。阿 John。等陣，我咪講哦，你個邊，我咪講你個隻到底我廚人家泡個邊，到底我廚是往是用咖喱啦，唔係咖喱哦，咖喱，即係另外話嚟咯，另外字咯，咖喱，講啊，咖喱，你我係買啦，呢度cut伊個咖啡粉，接起裏面，แล้ว糖，แล้ว度。沖咗水落去咯，然後你特別可以浸了先，可以浸了一萬年啊，成個泡底咧。呢時候我當時而家咧個鼻流是，伊唔是咧薄，伊是咧怎啊當搭杯，shift 嘅搭杯流嚇，搭杯流，你現到啲你拗嘅位，然後對個咧，然後開始起了伊搭杯流就閃掉伊個鼻粉嘅個鼻塞，個鼻塞。叫咖啡曬掉，然後呢？掉阿 John，掉我買厝我所泡咖啡是安尼做嘅。哦，我諗唔識呢喎。我enamel 嚟抹頭先。嚇！對，enamel 抹就是你講嚟啦。我感覺係種咖啡泡嘅是娘娘打嚟。你講你講下亂一泡。我唔識安尼喎，我諗死閒嘅事哦。
我有一个咖啡楼啊，用布做的，你知哦？啊，对，你成個咖啡店啦。了伊有伊個鐵嘅 handle 嘅嘛，對。哈。啊，了你泡個，你嘅咖啡粉啊，你嘅咖啡哦 ，before 你泡下你咖啡落去，你就愛燙你布，甲你個咧後先。可以抓。了個來係咖啡粉落去，係你布位嚇，係你搭杯流位啦，你咖啡流位啦。แล้ว after that 是沖係你罐嘅罐水落去，แล้ว夾咪夾冚起來，快記，我諗試下你先。伊個咧嚇，伊個咧有拐嚟叫，有隻個咧有拐 ，enamel 個咧有拐，แล้ว冚起來，แล้ว個咪咧係是過來夾係你咖啡流起來，可以水 drip 落去係你個咧裏邊嘅了，แล้ว過來泡你咖啡。然後你夾起來，然後你個夾，特別我你個咧啊，一種係你 enamel 係哦，福建話叫做係咪攞嚟叫？等陣，伊是叫做，呢個當鐵，點解個當？唔是當鐵，唔是，伊叫做係咪啊？等陣啊，有一個唔是灰，灰就是係你 porcelain 灰。porcelain 嚇。灰啊！哎呦，即係未記只久冇用了。特別我會記我媽厝唔是安尼泡嘅啊，即個咖啡樓，你咖啡唔是安尼泡嘅。我媽伊有一個咖啡嘅茶膏，唔是咖啡嘅 pot 啦，咖啡嘅 pot 唔是茶膏，茶膏是 tea pot。咖啡嘅 pot 啊，罐嘅用 silver 做用銀做嘅，真係水嘅，你知哦？伊個咖啡嘅 pot 真係水嘅，然後一泡一泡安尼落去下邊啊嗬，แล้ว上個你講安尼係你搭杯樓啊？你唔是搭杯樓，搭杯啦，搭杯嚇，然後你咪咪試啊，加下落去係你搭杯嘅位，特別伊個糖啊了參邊邊了誒，我媽是泡幾個安尼。食貴節嘅喎，對，我媽本身嚟看啊，特別伊個pot真水咩？都是我人細漢都未記咗啦，特別我再講古早嘅時哦，細漢都未記咗，安怎水無水，哎呀，看到咖啡都驚啉了，乜嘢個水 ，because 我只大漢甲貪啉咖啡，我媽無好啉咖啡，偷啉嘅，我媽帶我出去時啊，我來嘛。伊見去拍麻雀，แล้ว伊無通去 unless one of us 對伊啊，所以啊，無人愛對伊嘛，就 boring 伊拍麻雀你要做啥物？伊拍幾日你要做啥物啊邊？所以伊逐個 bright 我咯，死人鬼我過去個邊間我嘛對伊咯。冇我同你講啊，我賣厝啊泡咖啡先咧，係桶內邊了啊，係去一個 coffee pot 啊。by 12點啊，那是啉有厝嘅咖啡啊，我嘛都邊下格冇唔是邊下格，係 into a big enamel mug 啊，係去成都可以拎。你食 ice coffee 有時啊，然之後係去 enamel mug，你係去啥中格嘅之類啊，我做啥生啊，咖啡生啊。生แล้ว我人食啥？要食 ice cube 啊，我人食 ice coffee cube 啦。我諗我佢本做啥 popsicle、icicle 青枝，你知啊 ？The loaf， 你捌聽 the loaf 嘛？對哦，做落地嘅一點。伊就是咖啡，就是安尼款，伊係生嘅位啊。一支 popsicle 安尼，一條安尼款啊，然後一倒牛奶落去啊，可以牛奶搖 into the 咖啡，你知哦？不 ，sorry， 咖啡搖 into the 牛奶我人厝食咖啡無係牛奶啊，我食嗰啲佢食咖啡愛。古早啦，咱嚟邊咧咖啡都是安尼嘛，咖啡愛嘛。特別，若是講安尼咖啡，你要係牛奶呢，你袂使係蝦米牛奶，你得係 evaporated milk， 伊baru好食。你用白嘅牛奶無好食誒。你是咖啡師啊？嚇，咖啡師，伊baru好食啊，伊baru 加 smooth，然後伊唔香無香。
我細漢大漢啊，until 我出來做工啊，我啉咖啡是咖啡屋呢。咖啡屋，嗰隻咖啡屋咖啡膠啊。嗰一種是叫做茶加咧參嘅是叫咩咖啡嘅茶參嘅？參啦，參，伊叫那是冰，伊叫做參冰。啊，你當切冰啊！切冰個人食 Nescafe 參加米露啊，叫 Neslo。對，算是來咯。伊淡薄要成個 mocha 呢咯，食伊要成個 mocha 呢。有人參 Horlicks 嘅咖啡啊。我參我。佢叫咩 Horlicks 啊？亂來哦！我咖啡尋餅我唔買咯，買個咖啡。嗰隻 Horlicks 叫 Horlicks 就係 Hoppy 咯。Hoppy。Hoppy 好 ，Hoppy， 喂 ，Hoppy 冰。我知道，如果去沖地啦，你咪個邊啦，喂，Hoppy 冰。你每路都打落嚟。普拉嚟。因為每人當今行情啦，阿家想一包一歐嘅咖啡 ，dry 咖啡是就這對。你講啊 ，average。嚇？你講係咪咖啡先？你講係咪咖啡先？我講唔咖啡店咪咖啡啦。咖啡店咖啡。哎呦，掉車鏡。我掉車鏡。哎，我。迄個我唔知喎，因為我冇啉咖啡店嘅咖啡，我轉到巴黎，我啉咖啡店咖啡，我係心臟病喎。哦，我唔知。特別我啉過啊，我啲新加坡啊，啉過一間，伊家己用chocolate來採，local 咖啡來啲新加坡嘅，真正好啉。多謝。個幾率行情？行情啊，迄個啊 local 咖啡啊。local 嘅咖啡。咖啡冰唔是冰啊？應該2-3塊新$冇錯。你辦機咩？應該3塊嘅，因為伊是 local 咖啡來，伊是我人嘅海南咖啡香咖啡來嘛，伊唔是係咪 imported 咖啡嘛 ？local 嘅咖啡。我唔知講誒，有可能人食咖啡人，食關係人一樣嘅拉薩到伊嘅。也無相啦，我較喜歡本地咖啡，像我這邊我只隻無相嘅咖啡機嘛，邊去 supermarket 了這個成個園在這邊，嚇呢一項款嘅咖啡機，你愛俾無相裝乜嘢，特別我干那喜歡迄個。上個人嘅Malaysia 嘅 style 嘅咖啡呢，但是我對 Malaysia 到我大家聲，我問佢 Starbucks， 我唔是講啉嘅 Starbucks 咖啡，我是講啉嘅。對，我本想。咖啡。我去 Starbucks 是看到啉咩呢？我去 Starbucks 我是啉咩 refresher。我啉咩chai tea。chai 特別 chai。我甲你講啊，我未出去啉咖啡嗰邊嘅款啊。我感覺我對來家己泡我家己咖啡。我冇事。我冇咪看我講聽，我頂陣時我去咧 Startup 啊。我幾貴呢？你知唔知我幾人我想下5人。特別講係Malaysia 5人啊，差唔多700塊。你食物件啦？有食。好啦，一歐差唔多10幾塊了咁啦。咁啦。我記得嚟過啦，一人去嗰啲 coffee 店咪是嚟100幾塊 ringgit。哎呦，咁樣大歐啦，穩定樣歐就大歐啦。伊歐大咖啡我甲你講啊，我車路對來我厝我泡下路啊。係啦，我冇試到過安尼款。我特別冇來厝我免泡啊，machine 下路。放 capsule 呢？南沙我愛。係啦，嚟 capsule 一粒2塊幾。capsule 一粒2塊幾。2粒2塊幾啊？2塊幾，半支咯，半支啊。半支嘛嗬。南沙路用乜嘢 ？espresso 咯。南沙路咪直接啉一歐咖啡呢？點解二人？比較咪是真興 espresso 唔是？
哦，較興是迄個叫咩 ？Nespresso 嗰個Keurig，我冇用 Nespresso， 我用 Tassimo。啊 ，Tassimo 我冇聽過。嚇 ，Tassimo 伊個比我會使用 Costa Coffee。Keurig K-cup 係誒。Keurig K-cup。tapi ni lang當你tapi kopi yang lang bele yes yang Keurig 嘅我唔知呢 Nespresso 有還是冇tapi Keurig 有咧你cup 你使自己下你 kopi 自己嘅 so 冇呢貴做自己 refill 你自己 refill solamente tapi 講是啦，你嗰邊sometimes 看 mood 嘅啦 ，sometimes 你講啲廚念係咪？特別 sometimes 啲 account 啊 ，environment 嘛，是唔是？對。啊，你 sometimes 不是廚咪先，我自己念嘅夾帶嘅。你全夾帶，你是全夾帶。係唔是 because I 係你 copy 嘅數南晒，係你 because of the company 嘅數。Actually 嚇，我夾浪不得是嘅幾多。學校咧，有幾次你做主管，就主自己爹都自己個邊，你一件衫嗰陣我自己拗。你俾開條口你關啱咯。你卡都出啦。你知 John？ 哇！三百應該俾啦，三百應該冇關路啦 ，OK 啦。真啊，Jenny Starbucks 我冇去。嚇。Why? Because 一早 tax 出邊，所以我 boycott Starbucks。所以我冇去 Starbucks。係咪招 tax？ 係咪招 tax？Evade tax。是咯 ，there was a big scandal 嘛。Yeah, Starbucks. Really? Yes. 所以依部學 Malaysia 嘅政府tax 啊？唔是英國。哎呦，把我聽我講嘅，看到我只穿個浪啊！嗰邊是嗰邊啦，你啉有 environment 有 ambience 有蝦米啊？係少 coffee 啦。你關過我人，你咪插我人。我哋你咪關我退你，我請你去啉，我哋你。對。Oh, before I forget，青枝，感謝你姐我收攤你嘅OK。DVD 我未看到，我要等伊人來時白白看。伊人無看到過咩？伊人無看了，而後我baru後我呢，when 即個白半去大學時，伊人來了，而後我當佢乜啲做厝 ，sorry 啊，我未記甲人講我啲做厝嘅，所以我上個小人呢，我當佢個有一間房間通困呀 ，the rest of the 房間個了做個上個冇線呢。我要感謝阿家公母，學我鬼餅，我出個咧，我講聽阿家公，我燒炭咧，我跟你講下，我不得要我就燒炭咧，我就活咧，我燒影成個時都一條咧。然後你學我真係謝，你知有伊人面白條真係謝啊，真雜啊，我知啊。我satu kali ni我個要去Las Vegas 我見到一排啊，我知啊，我suka了我叫學我個挪粒，然後我個 suka 了一啦。Durian 呢好食啊，我 suka 就阿女咯。我唔敢食，你知係咪數？because 是女，我驚講重講個了，我頭係一粒落去呢，我唔敢食，我咪呢敢，你再講有女重講個了誒。好食。等白刀啊，我再講會貴，我個下啦。家公，如果去買榴蓮嚟做嘢月餅。是咯，我俾榴蓮了緊，我甲你講啊，前次我去邊呀，有一間嘅餐館啊，伊做迄個榴蓮啊，叫做榴蓮酥啊，伊做了嘢外口 crispy 啊，裏面是煎。你帶到落位？我帶啲英國。哦，冇呀，你嗰個記哦，人記得我是愛對係啫。榴蓮酥啊，榴蓮酥啊。榴蓮酥嚇，真係好食。伊然後伊來一盤3粒嘅啦，所以大概我叫英。
叫英國中來，講我出去吃，你講 OK，到今朝冇看到伊邊個，啊所以他直接帶普朗嚟嚇。即係榴蓮糕啊，嗬，啲外國較好食嘅，我哋馬來西亞成日冇安尼好食安尼款啊。哦，是咩？冇啦，食到我擺頭家去當點會解哦？我講大隻榴蓮酥是安怎？學成看者，是唔是我食嘅？安怎用嘅是隨下攞，左下頂擺我啲我特登是去卡拉嗰邊個試誒。你到 iPad 嚟榴蓮酥，我特別我名未講過，我名未講過，我講緊了。講個邊後生咪佢講白行呀 ，sorry。我未弄啊，弄啉個邊弄係起因嘅哦嚇，成日就俾大家熱啉啊。我未，我講我未，我 control 嘅，我一禮拜瞓到3歐呢，咪點咯？假如講咧，我古早係試20歐。喲，清都俾歐。都俾拗你咯，tapi buat ni tua awal lah, jika habis kasih awal lah. Lepas limka sim bolat kia, ai besai lim, wah besai lim mesti sangka drug addict ni ya, lau pi cui lah. Hello? Dia biar. 我是頭顯，你媽係咯。頭殼聽無，迄個是我做工了是，แล้ว頭殼聽那是無啉啊，無啉了起盲張咩人嘅啊，所以我是我無啉，我早起無啉咖啡嘛，哇，但係蝦米人行過我就是心情無好，就咩個咧，就咩人真係驚。做工嚇，jago，小훈機都未安尼款，我甲你講，我有年咖啡真係慘，然後不要叫我去做工啦，是講啊。9-10點啊，我個 still 冇嗰邊啊，人看咩啊？盡量頭來好啊，後生 ，because 驚我沒啦。tapi 我講嘅係我成日 Devil West 嘛得。聽知同我講小훈咧就俾你網上啊，特別你買小훈個你網上啊。然後邊個烘啊，烘事啊，是定係幾啊？因為唔是定係鹽叫啊。啦，四正樓。哦，聲好，別怪啦。聲了。擦掉啦。嚟講你個 B。我 iPad 嘅事。哦。即係講烘 B 嗬。烘，你嘅你穿搭了你買嘅。看紅色。唔是啊，阿 John 啊，一點個邊啦，伊心跳啊，點解？好白叫。即係我啉即個哎呀，叫會掉啊！即個直接啉隻歐呀。最啉料，是正佬。Espresso 本你本事。食過冇用啊，攞嚟啉咯。食過冇用，你攞咖啡 Espresso 要成日掉。最初 music 嘅做 background 就是 music 嚟。日本鏡了。冇啊，日本鏡 mute 掉。I think 定鬧咩啊？都性格啲看戲哦。在講咩？你食咩啊 ？Espresso 是講嘅。哦。ครับมันเป็นแค่สิ่งแค่ชุบเห็นเจมส์มีเจที่ตัวปาวิกาที่ไหนอ๋อ这是มี Nescafe 都เช็คกุสโตเจโบลิม啊เจโบลิม點啊เจโบลิม哈密來哈密โบลิม Dolce Dolce สังกัดรู้ป่ะ try Davidoff สังกัดรู้ try Davidoff สังกัดไม่รู้ป่ะ try Davidoff ไม่ใช่รู้Davidoff coffee 冇 try 過真香哦有冇去 try 弟弟有去 try 我定住下去買另外一個 capsule 是係咪 vanilla 好啉vanilla 嘅 capsule vanilla 這個係咪你講這個 espresso 有真正濟 flavor 嘛 then 有真濟 intensity 嘅我個人啉嘅一個 flavor 叫 lungo 嘅呢
Lungo 啊，Lungo。阿咪无上 episode 这边。哎呀，我今日壓出來，好難看。你係啦 ？Nespresso 啊，都是我嘅爸嘅 favorite。哦。啊，伊古早有啲時哦，一節就叫愛啉攞out嘅。呢是呢，cup 嘅啦，就是講嘅個 B。伊是，唔知伊無上 flavour 是個了，伊一排啊，你講呢？伊是 cup 一排，即係一排啊，即係一排有10粒。哈，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一粒一粒夾咯，所以大節就愛啉攞。一粒了。intensity 咯，正4粒。OK。喺度看10粒，喺度看10粒。安尼看你要 intensity。教。啊，即10粒。哦。這4嘛，係嘛？對。因為邊個咧有時啊 ，maximum 是。解釋就正。maximum 是10。有往邊是往邊啊？你看呢？這個咧是 all in one 呢。John 10你單都對內啉嘛，10我冇開喎。係咯，我知點裝病。我冇啉咖啡，我冇食湯，我都安尼 hyper 啊！你成日講啉咖啡，個啉湯。Because 對內都只叻嘛對哦，只叻嘛係攞粒落去咯。你對內就啉咖啡，加啉酒我學你對面。啉咖啡係。袂使，伊 jet lag 啊，伊 dehydrated 都可以啉咖啡，較 dehydrated。我嗱唔係咖啡嘛，我海絲嘛。我未。啉了咖啡啉酒啊，冇記得嘛？南西你叫我啉酒醉啊，時我就偷生偷靠，就是幾走啊。我就是哦，你咪就是我偷生偷靠。醉？你咪就是我偷生偷靠啊，嘅啊，冇醉半偷啊，跟你過嚟。行咗你亂呢？亂啊！伊即性格寬。冚住一隻機器，我聽就亂咯。mute 掉嚇，mute 掉。啱啱是正鬧嘅，但係我俾咁配講，我俾咁配你平時食大隻隻個 B， 你若是講下個無個 B 啉，你個被放曬嚟講下，你咪是隻炸彈啊！哇！我係見到，你點解被放曬俾我死啊！我同你講，我同你講。咁配上應該放曬嚟看伊曬安怎嚟先？叫摸摸誒。得啦嘛，講啊。講嗬，我早起我定到困醒，我定到要啉咖啡，我定到要放曬啊！我若迄自己規日無放曬嗬，活該啊！差杯就要來又放。咁配我會攏話咁配。咁配我會攏話，如果你啉咖啡啊，你去放曬啊，你曬有咖啡嘅味哦。若是講，特別我較濟我是啉 instant coffee 啦嚇。若是講嗬，我啉 Nescafe 嘅啦 ，Nestle Nescafe 嗬，放咗本有味哦。對。哎呦，我冇啉 Nescafe 嘅，我冇啉嘅，我唔敢啉。我冇暑假啉 Nescafe，我話你是啉嗰啲阿發嘅白咖啡啊，無糖嘅 black coffee。哦 ，OK。講個一個咖啡啦，假如講啊。我本身未啉嘅 ，because 我啉咗8多做，所以我冇啉 Nescafe。我懂啦咪？8多做，你知上家，你8多啉咗啊，上家 gastritis 啊呢？做8多水。啊，做做嘛？胃水。是唔是胃水？哦，做叫8多做。做啦，我做。OK， 了啊。tapi 我你花亂了。我啉咖啡是取消啊！先知啉咖啡，較緊無夠咖啡嘅事。
啲時間啉咖啡啊，唔是食藥，是啉咖啡。特別我一個朋友甲我講，我唔知有影還是無影啦。伊講啊，若是你買着卡達烏疼，係咪是卡達烏？arthritis 啦，尿酸咯，卡達烏是咧。你卡達烏還是買着 arthritis，買去啉 Nescafe，特別唔知有影無影，我唔敢講。我想講你咪講，若是你買卡達烏疼嚟，我卡達烏若是你疼，是你夾你個鼻粉嚟。爆的，做杯沙打落去啊！你這個你用過咧個鼻啊，粉條，做杯沙到底你以為可以俾發紅了。啊！你是阿三哥啦，唔是 Nescafe。你個青子啊！你笑咁冇亂啦你話。哎呦，青子，你頭啱有卡冇？個邊啊嗬？有時講下我早起無啉到個邊，我個未幫手，我真係會氣笑。我講個對，我話你哋啲笑了，若是講我個無啉個邊，我未幫手，我唔做好。咁配。特別有影喎，若是我無啉個邊，我未去袋甩嘅喎。我若是啉一口個邊早起呢，我定就去袋甩了嘅。對，我嘛是安尼。唔是我 habit 唔是安尼款，我 habit 唔是講特別要啉咖啡，才會去袋咧，唔是安尼款，是講我自己特別要啉一後咖啡，啊無我頭痕。後呢啦。好，哈，一後呢，然後我困醒吼，若是講我是7點醒啦，我放屎嘅點醒就是7點半，若是講我8點醒就起啊，我規日無閒放屎，我就食白切啊。你安尼款，所以唔是因為無啉咖啡。趣味啊，你話。咁配，會使夾 colostomy 嘅 bag 嗎？咩嚟？是 bag 裏。唔使夾 colostomy 嘅 bag，呀，這裡 ice cream 嘅 container 係啊。夾湯配啊！冇啦，你真係人掉 bag 啊！人通地路啦，講配。不，我知係你是咩 bag？你成個人掉屎掉尿，人幫屎幫尿掉啦。冇，就係屎呢，冇尿屎呢，個老師屎呢。地翻嚟 bag，嗰啲 hospital 咪有啦。哦，咪你買啊！你又看嚟 bag 啦，你若是你看嚟 bag，咪先你使到條刮拍夾了。你未用佢去幫屎啊？我比我只係夠幫屎嘅喎。tapi lu lang ngedate嘅時候，你會早去啉咖啡啊，幫曬姐姐啊。是哦。個直接要包槍個人咁半鐘啊，會講啦。我有一個 friend 啊，我甲人講咖啡嘅因嘅嚇，我有一個 friend 啊，伊逐日伊特別啉迄個 local 嘅咖啡後邊嘅，伊特別啉嘅，因為嗱伊無啉啊，伊直直流鼻嘅哦。哦，哈，對啦，流鼻嘅，人家講啦。伊就是流鼻啊，了伊是加邊喏，其實伊甲我上網是個例來嘛，早起打電話來，你使買一包咖啡後邊來，我見流未停，我一啃殼，我來倒互伊啉哦，啉啊伊家 OK 淡薄，無直直流鼻啊。哦，講個咖啡，我甲你講古早時我常頭殼疼嘅嘛，了一到時我做工咧頭殼疼，我就愛去拍針。我去拍針時，這個老公甲我講，伊講你轉去，你食這個藥了，你去泡一熬冷嘅咖啡來啉，你頭殼嘛你袂疼。有影誒，若是講頭殼疼時，泡一熬冷嘅咖啡啉，有影頭殼無疼嘅。咁頭殼疼，我本時我頭殼疼，我啉咖啡本時無疼。特別唔係上 depend 啦，唔係特刀啦，唔係去啊無好啦，伊是想食 painkiller 來。Okay, I'll try. Maybe lo to begin with because lu lim sang take copy ma. Withdrawal? 唔是。withdrawal? 唔是。伊是講啊，伊若是講你食藥來互止頭殼疼，袂止哦，你摻一熬咖啡落去。When 安尼款你甲來 try，你問講特用來止疼無好。你若是講偏頭痛咧？腦痛係靠 doctor 咯，那你是靠 doctor 啦，我咪個別啊，你我嗰時
我嗰時我邊頭痛，我拎嘅個筆本嚟實到我就咪喺頭痛咯。後面物件頭殼聽第我甲你講啦，古早我頭殼聽點解愛拍正味當佢免了，我用 massage 就好了。用 massage 你想 massage？ 咁配用 massage 會好嘅，會好嘅。我第日擺是用 spoon 咯。你 PM 我係試我學你看 which spot to massage，了用後面物件嚟 massage。我冇錄 Facebook 誒。你用 Google Plus 咯。哦，我真正上白教嘅 only recording 我梗係用你平常時你冇用我。好啦 ，OK， 是但啦，嚟。你食啦，平普通嘅。OK。對。來，你快啲嘅，怎麼早起是幾句啊？豆嘅講啊咪，豆嘅講啊咪。冇聽講。誒，都冇估住頭冇嚟到對啊 ，Skype 都冇溝啊。冇估，唔知哦。等食緊度得啦。食了。哦。OK， 對，啲 restaurant 嚟。OK， 今次各位聽眾，即係你發你話個別話你哋講緊病性啦嚇。แล้ว對於本來嘅事，兩個請我就個別本來嘅個別話啲。ว่าจะปังกี้อ่ะว่าแมนเลย imported เนี่ยว่าแมนเลย statut อ่ะเลยจีบายอ่ะเลย CB อ่ะCB 杜蘭 CB 杜蘭เนี่ย CBTL เนี่ย CB 杜蘭 CB 杜蘭แล้วสิลอง對佢是個念唱ว่า念個別啦嚇แล้วว่า個數量今次啊各位聽眾即係你發現特別嘅邊咧就是定樓個性格 immune 啊你性格的關係所在咯แล้วก็即係บรรลุ個來喎即係ปราจังเกแล้วก็ปลาจังเกะชิวอะเด้อแล้วก็ปลาจังเกะเช่าเต่าก็แล้วก็我諗真炸彈我諗炸彈是金配嘿係咪熟เป็น炸彈รู้นะสิโบลิมกาแฟก็โบปังซ้ายแล้วก็สิเป็น炸彈咯แล้วสิอ่ะแล้วก็เบคอนว่า有 headphone แล้ว你吹掉 headphone 了，你早時八十萬諗起下，就你OK， 特別冇聲，冇聲，打得冇聲，我唔會講，OK 冇聲，一個有南西，感謝南西。拜拜。定一記感謝。我把嗰個拍叫邊啊？定一記嘅聲，梗係上地兵嘅。冇嚟電話緊。對。上地兵哦，你假聽一聲，你就講地兵嚟哦。對。แล้วก็จักร感謝จักร。拜拜。拜拜。早起了。拜拜。我要拎。拜拜。กับปอบายบอยลิงกับปอลิงก็แล้วก็拜拜 Hello 臭豆 Hi 臭豆拜拜啊，那個 hi 啊，那個拜拜啊，我 hi 喎臭豆你怎麼打電話我到 sorry 啊未聽你嘅電話我做我頭款喂人放出嚟得了啊未冚打個朋友話我冚打先，冚打先。阿John未冚打。我冚打先。未冚打，我俾冚咩啊？你第二 topic， 幾個 topic 來掉啊嚇。OK。直接教嘅是係嘛？性格是哦。性格啦。哦。唔是性格，加工。是加工。加工啊！你性格是係嘛？性格是正樓隻。性格有時多隻叫，冇咧，當然，你就你不是咁配，你到底去聽過嘅 episode 都就知啊。我唔捌你啊，你這是招。你咪好咯，都幾百年冇來。你上這年冇聽係啊，所以你變咗 reset 一就變咗成招去到對啊，伊人變咗老招啊，所以你特別佢，你到底係你你個 episode 有去看你即係 YouTube 嘅 channel 去看。我知樣嘅名，但係我唔捌樣。或者得咯，或者我聽到我上會叫，希望伊到底來啦，讓1月3號先來啊。我甲你講，1月3號我可能幫你飛機哦。不要緊啦，你不要緊啦。
咪見咱唔是4號時去食咩？嚇對，因為就是4號去食啦，3號我係朋友，伊4號對 KL，所以我未搬安尼坐啊。我啦刷咪見啦。calling 啊。啊，你看到你就是會來啦，咁坐你朋友來咯，嚟到啲啊。跌鬼啊！嚇？跌鬼是哦。啊，跌鬼會掉。阿 John。啊，這個。1月3號你知道咯？Street ski 會做 live recording。啊對，我到啲新加坡 at that time。哦。少啊你食。嚇。你幾時嚟嘅？我唔知個，因為我就講1月3號，那是講我在條隊啊，我都是去新加坡 because 我係今嘛到啲already arrange 和我人去 dinner 係你點先啊？所以我1月3號我有影未 sorry。未要緊啦，要緊特別你hopefully 你 date 是為拄到你啊，到底邊？誒啦，巴黎節啦，特別巴黎節呢邊。我7號去新加坡。Okay, alright。會使啦，無條條我人會拄啲下邊。OK， 好啦。南西。南西，你未有過來無？無，我驚佢學了。我驚佢學了，我未走了。OK。誒，我11月我去 KL，等陣我 WhatsApp 互你知。你11月是10月。11月。冇搞講你10月。咁配呢？我琴日喺度11月你教學別人，我看但係你邊間可能我冇啲。是咯，我 WhatsApp 你。很少人嚇，很少。OK，拜拜。來使去冇，你哋單條我放心嘅feed出來，嗰個係你哋邊啲學嘅嘅 page 會好去隨嘅古語教學，episode 嚟嘅。OK，同時望看咩嚇，我望出到正拍個小姑啊。OK，拜拜。超